由于张建庭先生是身怀诸如少剧净角、丑角和小热婚等表演技艺进入评弹界的，所以令他在起角色时更为得心应手。在《严大照镜》中，正是张建庭先生生动逼真地运用了语言、眼神、形体动作等表演元素，才得以把严巴雅的角色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令人物顿时活龙活现，跃然于眼前。张派表演艺术的运用在其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使评弹不仅停留在听觉领域，更是拓展了其视觉空间。杜姑娘对头，爹爹生得蛮英俊，蛮生得蛮标致，脑子面孔不会太歪，今朝嘛打一口不来看看嘞。出呀，出来呀！我儿是你来，但没从相梦，我今朝谁的机子能用？我以为是个风流潇洒，美男送大铺送有一不动，头明在面孔上的哎呀扑家，爹爹妹啊，那不都养出来的，都老唱个来舞啊！本人的面貌生得来歪歪嫩，我的面貌生得来短来的浓，我以为自个上一双对梦哎，想归公阿可站。上一撮地龙眼睛，三公大厦做西老容。张建庭先生善于起角色，人所共知。虽然张调有了其自身的成规，但是先生在表现各种人物时，却并不是用同一个模式一成不变的唱腔来套用，而是匠心独运地精心设计一系列个性强烈、色彩鲜明的人物唱段。在此段《酒店诉冤情》中，先生在原唱中多处将嗓音唱至极限，给人一种强烈的情绪宣泄。这种宣泄感，无疑把张勇的悲愤同样推向了极致。小狗。叫声下狗你细听，
被逼跳驴丧了命，遇的是出遭多黑去从军。在唱《红梅赞》之前，张建庭先生刚劲挺拔、韵味醇厚的唱腔风格，已为其成功创造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然而，张建庭先生却执着地在《红梅赞》中吐故纳新，为张调注入了新的生命元素。在安排沈养斋这个人物的唱腔时，他精心设计了一种既保持评弹特色，又能刻画沈养斋阴险内心世界和毒辣手段的带有歌剧韵味的新型唱腔，其中的几番心血可见一斑。江小姐，我有几句非风的话儿，你听听，你须以交起差一声。你虽如是马不同云，鸟不同林，石不同肉，龙不同眼，不够嘛，为了你虚人真貌，激起了动人非你心事，细心能心。昔日母亲是足迹往昔情，也写得风娘妹牛把乡里共天下，手头是牛把温暖，替人民只为他人，不为自身。忠臣良将蒙受冤屈是最易动情的，而张建庭先生在演绎林子文时，却因为自己的相似经历，更得以感同身受。遒劲的韵腔，字字含情，句句激愤，人生与艺术在那一刻合而为一，其间的无限感染力又怎能估摸呢？小人祖居在凤阳，只为离你在还啊！我
几头青不女，我流落在乡邻庄，小人一问谁寂寞浓烈，谁最没地气候呀。懒惰胚食鸡蛋是根据同名单弦改编的白话开篇，其唱词诙谐，曲调自由，可听性强。为此，张建庭先生在演唱此开篇时，并没有刻意采用张调模式，而是从人物出发，说如唱，唱如说，把一个放荡不羁的懒惰胚形象描绘得分外筋道。而这种说唱自然融合的境界，非一般评弹演员所能及，由此可见先生非凡的艺术造诣。此次由张建庭先生的得意门生周建平先生演唱，以其再现乃是当年的神采和韵致。名叫王大奎，得是大家在叫我来头配，我们心里想象中气不服。我啥个老想来，我们一日三顿不特别，吃饭三个乌龙鸡丝，昆头浪煎小菜，三个我后小山来。原来一扎的无鸡蛋，对准太阳照一照，不是坏蛋是好蛋。王大奎那运道不太白，饭壳里面一扎鸡蛋叫真气魔。我们觉得有此个扎蛋了。我小鸡马上扑出来，一边里个两边山，我眼睛一扫，鼻子叫喂，那是我鸡蛋对人山，我鸡蛋能当饭，我有件红包蛋，红烧姜味蛋。开阳炖鸡蛋，早浪向豆腐酱里冲鸡蛋，下半日不蹦香说一蛋，没要点心，来这个么食材不着水泡蛋。秦香莲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正是因为其中的善恶分明。所谓熏火不同气，敬畏不同流。当1934年25岁的张建庭第4次进上海书坛时，因拒绝一个流氓的堂会而招致殴打，当场吐血不止，卧床3月不起。试想，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在扮演王延龄亦或包公的角色时，又怎会轻易放过一个怒字呢？难怪乎
虽然在《寿堂唱曲》一折中，王延龄只是一个配角身份，却同样因张建庭先生的演绎而熠熠生辉。梅长成佛，今日老夫乃是60岁的，你与我唱上一曲，来，美美的唱来。是，得臣妇唱来。此已查了，上一道600瓶御神菜，400瓶御神菇。今日你们老夫虽要滚上这么一股，宋日称我荣金盖，今朝为女上不能乡里是你糟糠喽，唯余阴沟东门两相嘿。需要亲信一面之事，像是风部某人不亲，一力当在。驸马公某人不亲，一力当。是啊，一力当在。那么定期实在，一力怎样呢？这个嘛，驸马公今日里老夫真的命相里也就琵琶当没得要你驸马公为心注意两位你的丈娘
相依一番美意，时而本公寓之风波收复花根，将我虚口生气。老夫只晓得，只怕此事非水文之，你驸马公虽然不起。喏，此事呢，是与老夫作证。非虽唐如雷文之，其真宋得我一人悲，与你驸马公不敌不相。老相公，你口口相辩，莫非触痛风波来陷害本宫不仁？哦哟！相公刚刚就起不来了，好意相劝，实力不听，是当今之迷本我。我好意相劝你无用，非到老夫要用计为。看来是两位姊妹乃是牛，够了老夫一片好心能为，我越思越想心里恼，骂一声师妹小恼在，你们不听老夫两一出红到领队内为要了王法内用你，哪怕王亲不亲也不相给，到那时刚到风景小不动在，我看你真下对。年年都是万里空，想你不余生，更比万语呀空谁分。也不遗憾的面庞，
是还是还可要沟通深。当日几该草内斗下。他对头血淋淋，我儿开举两倍大，要与飞君去拼。飞君也强在宋梁林，为要防后少王子，不顾你愚民私欲。随口的相亲，泪淅淅，冬夏雨日同当生。要句句子好为心明，我们随口随来都是为非君害，我们凭口的语言。小米飞君是不该心。杨八郎，不老王世人必当谁人为主？心里想。说不出个难过。刚刚少云山王大春、王大顺在哪里？杨八郎眼里只好往里下滚，难以来登起而困扰。杨八郎手拉上一边了，对低下来。带눈看看，眼里哪泪得热？哎，那叫我难办哦。
喜儿，康阳水昏昏，不与我两泪落纷纷。喜儿啊，你是许归我弟弟，心很多，因非为我是后郎心。人把女儿送进地狱门，真皇是人，他为父忒不仁，终身归计。心让多万分，强迫我当虚人，要得我命根，待等天明，谁要来打人？他必往我心来去我今门长，王家要来打人，我哪对得是喜儿？我领头里吃自己喝个口头，喜儿刚三十上娘亲，到水间17年。他并无兄弟辈，亦无姊妹们，只与我们父女相依，两个人几海交可口令人听。喜儿娘死，喜儿只得3岁。我记得喜儿娘临死的辰光打我说：“你说喜儿呀，你是该这样一个独养女。喜儿呀，你得等喜儿你长大，与他好好陪你的亲，将来你好不自知靠，与谁生我死在居然也得心
喜儿娘，你答我说个闲话，我一斤记牢。现在，喜儿。生死婚姻配对东乡王大臣门前来走亲，你都看看问问够光阴，我们两家人并作一家人，那吉祥一上报将门定地要的人喜儿身落后炕，谁起立的金山，今世难超生，我依然呼吸闭上心。闷着喜儿的大臣好年，那现在那弄饭，哎，养不牢，哭得个眼里，真个像洗石啊，谁用的用出来？这是一个人，眼睛定洋洋，人眼瞪瞪，多让了老追你的，就这一些。都是一个人红上那个立起来，绝对牙牙紧牙自我的干爸爸，我一辈子还拼一世，一甘心。你要疼喜儿还不能，对，我打来拼。你要疼我能白不到了，白不到，我打来拼，拼，我难平凡，地址在是中。与其能同生，孤身相对接，是非不分明。我们不黑哟，大后催生，我越想拼命，将真能拼啊！我难拼得过你往事，我拼你不能拼，唯一我不伸口语，心太凉，我能将真能对斗斗金香到底你。哎呀，我难办你，
喜儿啊，爹爹孤立不得那许多长，喜儿啊，我是户口内为死，我死，老实说，我死之后嘞，你乡邻隔壁多，绝不会放内王世人过门。我死，感动众乡里，说明我有决心，实配王世人，再也不过见王爷，再也不过来打人。这样喜儿得他比我死得印象也比心，那么样不了留下来要七路事情。小醉啦！
被真相，要罪令我真假的后子想，我们逢空内把珍贵吃，谁知被奸取疾兵锋打。我今节此身，把真情那一女亲，她非将我作为命令的东方。这位丞相公公吃，表一真良家来记有娘。我不想你真空真风，我是你的当日要遭这样，红泪我与你真的就真双啊，小子呀，我们句真意，风须家放弃真理，原谅我一片的空心肠啊，小子呀，你相逢狗的忠良，被杀害我杀我大罪真能放。你想我血海有局长遇到，我养育深恩岂能
的因为当不当小举娘，请将心比心来试试。真是没人杀气，灭子最从容，今日里当当开啥不苦，用真乃是不太娘娘，请到此为举东双楼起，从要我开在王家老师妹，比较公子瑞庸庸，哎，想跳了。王法不是错，明正的人要秉恩，我怎能够为了王家抛国法？害得那心乡里有人害得很否中想保证谁少中不怕归去不怕凶，不什么王亲不欺师兄兄，这法是谁莫通用我一人大龙包撒棒龙，甜蜜风丝不苦用，红花区区真是美，今日里天杀神队并大功。
冲山的人民都是天生硬骨铁真。决心西城之躯都不年洪水白茫茫冷为情与情非知此事动之门，你们是后谋言，是后进。说西夏的人不够儿身体在水中间，不够儿身体被李在寻人。被困在楼外里，到今朝进宫了，入宫遭人亡昏。山哪里林相府中腾，压来不得亲，打得皮子一斤，这样的这么大遇见来的同志们，不知同志们是否能进入，不知同志们那中了他在一批出人的心啊，感动是比老乡的芦苇子。一人吹风哦，吹到了芦苇里，吹得根根楼上，根根楼上走也不停。一曲动声是送了他，你放心吧。
心，请放心，风驰楼上，风驰楼上，声声响，声声响，声声响。他也是下了堂，送行人。恩恨归子，前世因为然后相并亲。终不相应，始终来到你从谁让搞得昏天，何必和他定家家红红泪水说，你大自然能把你重生两世相顾，今日里伤灵体谅。心根不要依赖，大红来烧你曾蛮好，难烧么子？一梦后可以烧得是谁人家头？一梦后。烧得一层花灰人，一梦后空烧得带小鬼下山了问，一梦后空烧得不容尽碎了心，烧呀红烧不匀水陈草。李红烧不挖真话真能烧，大红烧不了李冲山的人，一口一刀一个心烧，为何烧本个命人？我们怎能够一开一层造句，怎能够听凭为子来人玩言。包相称。哎。